快这种6月啊，这嘛讲6月啊，所以氧气标点注意看到，这就是讲咱台南的工艺叫加工日节日，这就伫台南10间庙8间有这个作品。为推广台南的宗教观光，市府观光旅局这次就特别邀请到十分熟悉府城在地特色传统工艺加当立石榴的刘静文老师，以及计划执行萧志汉老师，再来一场台南首创的新形态体验游艇。透过刘静文对着加当立石榴的详细介绍，同时也予报名学员亲自动手，学习到木雕绣花的功夫。因为咱台南是文化祖产的物件介济，然后伊即个加当立石榴，尤其加当立石榴啊，你喺台南留上济的作品就是伫台南嘛，毋过伊中间就是派足济的工课伫遐遮，所以咱今仔观光旅游局甲咱府城隍庙合作的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民众甲这些学生来体验，做一个一日修复师，由我刘静文做一个导师，然后他利用2天的时间来这个从怎么去修复，怎么去描稿，有什么材质，然后发生它中间是什么故事，它一中是发生什么代志，是会产生让这个掉落的部分掉落那么多。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讲会当互咱台南的这个工艺来当营销，互大家知。虽然一日府城木雕绣护师体验活动，并未当互校员海向这项工艺，但透过这项流程，会当互更侪人认识传统工艺以及保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坦白讲，咱一日修复师要做一日修复师，坦白讲，以阮的工作者来讲是不太可能的不过至少咱会当互民众甲学生体验，这非常重要。然后，佫会当互民众甲学生来深刻了解，讲咱以后要哪去保护这文化资产。一日府城木雕绣护师活动，将伫咧8月5号甲6号，伫台湾府新丰庙登场。活动即开放予15位民众报名，名额有限。有兴趣的民众就要赶伫咧8月4号进前，伫台南旅游网报名。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